这个受疫情冲击的劳工朋友，中央做出的安心工作计划7月1号才开始，所以市长吴伟霆表示，台南特别制定咱在地版本，希望赶紧提供临时性的工作降低冲击。根据了解，参像市府门口协助管控的工作拢是，至少这块6月2号就会正式公告，上紧6月7号就会当工作，涉及伫台南市的市民拢会当申请。中央的这个安心上工计划7月1号开始上工了哈。虽然是因为今天5月31号预算通过，然后马上就可以接受各地的报名哈但是7月1号上工，但是有一些我刚刚提到了，像夜市，像之前17大娱乐场所被停止营业的或者是有一些员工因为他是职业工人包括他可能自己做老板，也是1人的这个包工他可能暂时因为没有工作做，所以生活受影响那所以说需要一份临时性的工作，那等到疫情过去就可以再重拾他自己的工作，或可以有些工作可以重新开业的。那所以说我们台南市定了我们台南市版的安心上工计划，大概最快6月7号。就下礼拜1就可以开始上工了，所以这几天我们就可以接受报名。那一些细节的问题当然在劳工局的网站上会有公布。我们是只要你涉及台南市民就可以，没有限制其他的资格。那我们劳动部的必要设置，你登记求职的前面往前一推，必须要劳保跟这样就保的相关的国际资料才可以报名。我们完全就不必，反正你现在如果是真正希望有这样工作的。你现在没工作有空档，可以共同一起加入我们台南市防疫工作的部分以上做补充的做说明。好，对对安心工作计划有任何问题，民众会当洽询台南单一纾困窗口电话06-295-4293，或者是这份就业服务中心的专线06-633-0820。台南新闻军及何强邦采访报道。